来看台中市的成功实验教育机构，因为评鉴无通过哦，会封废校。105个学生7月底进前就要转校。今仔学生佮家长是去台中市政府1楼的广场静坐，佮有老师伫现场的讲课。学校已经提出诉愿哦，教育局是表示讲尊重学校行政救济的权利，也毋过目前评鉴无通过，废校的处分嘛是无变。 老师伫市政府广场直接上课，学生坐伫涂骹听课。以芬兰式教育为主的台中市青光实业教育机构，因为教育计划评鉴无通过，就逼出着废校争议。2日有105位学生去到广场静坐，老师也伫现场教民主自由主义和社会公约。请帮忙，请让我们继续留在星光就读。 我爱星光，因为我在星光有很多朋友。下学期剩下不到一个多月就没有学校可以念了，所以这个部分我希望教育局或者是台中市政府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先考量小孩子的受教权，先让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个学校念。 家长认为评鉴心服结果废校了后，教育局通知转学时间上过赶紧，希望先伫咧本地学校来读，保留囡仔受教权。学校是由律师提出诉愿书，强调教审会13位委员资格有问题，评鉴结果无具备合法性。教育局准备出面接诉愿书和学生的定金批，表示尊重校方行政救济权利。13位，其中有8位完全是体制内教育的人员，也就是说。 他们从来没有实验教育的经验，那但是剩下的5位呢？就我们所知，也是与星光实验教育机构具有利益冲突的人员。机构这边，它依法它是可以提出相关行政救济，在原处分继续执行的前提下，那学生他是可以返回原户籍所在地的学校就读，或是选择其他实验教育机构团体。 市政府捌第2日去到学校和家长沟通，不过双方无共识。教育局表示，学校课程无符合计划，小巴无清楚，而且互因3届保证机会拢无改善，依照规定驳回续办的申请。学生也会当选当去户籍地的学校或者是其他实验教育机构读册，而且提供48名教职员工就业转介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教